台南市议会伫去年12月办理国内经建考察，第一站就前往台东县议会甲县府，受到台东县长饶庆林的热情款待。伫个228年假过后，台东县长饶庆林也带着县府的团队到台南来参访，受到议会议长、议员甲所有党人热情的欢迎。咱100料就是我们这次办的一展杯的兰花展，那这些兰花是兰花中的兰花，精品中的精品。全国你绝对没有看到像这样漂亮的兰花。你若是从后壁的兰区那兰展是外销的兰花，很普遍。讲我要买摘啊，现在买咖啡绿，还买几丛的。那外销订单就是我们靠外汇，就是那普通的兰花。那这边是家中珍藏的兰花，所以您做这款的样式很多。那本来中午就要撤场了，我讲你要来，所以去摆到下晡3点撤场。议长这个除了人和哦，因为他非常得人和哦，在议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哦，在议会真的很人和。那另外就是，郭议长很懂得吃哦，所以你那个盘那个水果，如果吃不完可以带走。我给你保证台东无这好吃哦。就很开心啦，然后也感谢议长的帮忙。其实很多事情都在台南都麻烦议长帮忙。那所以在这里就是来看议长，很高兴，议长政通人和，然后希望今天下午程序员会顺利。台东县政府这届台南的参访行程以糟蹋100年的古都为主题，议长表示，台南的画土甲台东类似，有山有海嘛有温泉，尤其台南再过2冬就要庆祝建成400年，是大家探访的文化历史古都。伫个县长的参访时，因也拄好是议会举办兰花展，议长嘛特别介绍难得一见的精品兰花，最后相逢并且互相致赠纪念品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